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堅係答你時間啦。咁啊，唔好意思先，上星期咧就太忙啦，所以咧就偷懶咗一個星期咧就冇拍到片。咁今個星期咧就點都要拍翻噶啦，因為咧就對大家唔住啊，因為我真係唔好意思，真係太忙，同埋咧啱啱出邊又有客啦，跟住又有同事做緊嘢啦，咁所以又係用唔到出邊個大廳去拍片啦，咁所以咧就亦都係繼續喺間房同大家傾偈啦。好，今日想講個話題咧就係咩咧？就係咧總攬效應，一個 overview effect。咁咧呢一個總攬效應咧，其實都盛傳咗一排㗎啦，唔知大家有冇睇啲太空嘅資訊啦嚇，即係太空嘅資訊，即係其實會講返一啲外星，唔係外星，所以係太空人，佢哋搭飛船啊、火箭啊上咗太空之後，其實返嚟地球咧，原來佢哋係大部分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心靈狀態，有譬如你睇翻美國，可能一啲阿波羅嘅太空人咁翻到嚟地球之後咧，有啲就變咗去牧師啊，有啲變咗研究神學啊，有啲變咗係做慈善啊，即係唔同，佢哋都係有唔同嘅發展，就唔再撈太空人啦，即係唔再咁世俗啦，做一啲嘢咧就變咗係比較靈性少少嘅工作咁樣樣。咁啊，大家搜集呢個叫做即係搜尋呢個叫總攬效應，就會知我講啲咩㗎啦。咁咧英文叫 overview effect。咁嗱，因為咧我就想講咧，我最近都有睇到一啲資料啦。原來有啲人咧研究翻呢啲嘅太空人，咁點研究咧？就係將佢哋腦掃描啦，即係用翻 CT 啊去 scan 佢哋，想喺個身體層面咧去睇翻究竟點解佢哋上完太空之後，會有一個咁大嘅人生價值觀嘅改變咧？究竟同佢個身體結構有冇啲乜嘢嘅關聯性咧？咁又真係俾啲科學家咧係揾到一啲關聯性係啦。咁所以今集就同大家想講呢個位。咁點解要講呢個位咧？就係咧，其實都楞到一啲嘅價值觀同我哋修行人有關嘅。咁就例如我哋嘅《金剛經》啦，我成日推崇《金剛經》，就係一本好嘅經，即係佢雖然係短，但係咧佢裏邊嗰個真實性啊，即係佢表達宇宙觀嘅嗰個真實性咧，係仲保留得，就係因為佢短，所以咧就保留得很好。所以咧我就好欣賞《金剛經》佢所講嘅智慧嘅嚇。咁啊呢度就亦都係可以將呢一種嘅太空人翻嚟地球之後嘅改變，去呢個總攬效應去 compare with《金剛經》，咁就可以同大家又即係講下我嘅見解啦，睇下可唔可以啟發到大家一啲嘅思考啦。咁其次咧就係會員頻道，我會講咩咧？會員頻道就精彩。點解會擺會員頻道咧？亦都係唔方便喺大海咧，就係因為咧近排我自己身上咧都發生一啲嘅是非案件。咁咧，但係我就想分享咧，就係點樣去處理嘅，即係作為一個修行人點樣去處理呢啲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就擺喺會員頻道度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親身經驗啦，同埋我自己嘅做法啦。亦都係希望係可以俾到大家一個參考啦。咁好啦，先講呢個 overview effect 啦，即係其實咧佢就講咧有啲科學家咧就同佢哋照晒，同呢太空人照晒 CT 啊嘛，咁啊發現咧佢哋不約而同咧就係喺太空翻落嚟地球嘅時候咧，佢哋個腦啊，因為大家唔知清唔清楚腦咧其實有幾塊噶嘛，有左腦右腦，有大腦小腦噶嘛。咁幾塊腦咧其實中間有啲間隙噶，即係腦間區咁樣啦。咁呢啲間區咧發現咧喺太空人落翻地球之後咧，佢哋個腦嘅間隙咧係密咗，即係嗰兩塊腦咧，本來可能分開嘅，係逼埋咗一齊，逼結咗嚇。咁佢哋發覺，咦，點解會有個咁嘅生理變化嘅咧？咁就佢哋就懷疑咧，就係因為你上太空嗰陣時咧，嗰個重力嗰個所謂嘅地心吸力啊，或者總之個重力唔同咗啦，咁就將啲嘢咧向上推。咁咧就將楷腦咧，即係本身咧就正常個人係有個間隙嘅嚇，上下大腦小腦都有間隙，咁就將啲嘢逼埋一齊。咁因為個重力唔同嘛，就將幾楷嘢咧就逼埋咗一齊，咁所以個間隙就細咗。咁佢哋就發現有呢一樣嘢咧，就喺度
諗啊，會唔會其實係呢一樣嘅結構上嘅問題，而導致到太空人翻嚟地球嘅時候有咁大嘅價值觀嘅變化咧？咁因為咧，佢哋發現咧，即係訪問翻好多嘅太空人翻落嚟地球咧，佢哋會訪問翻啲太空人嘅時候咧，就問翻佢哋啲價值觀，佢哋會覺得咧，其實係冇邊界感，即係話成個地球係一個整體嚟嘅，唔應該係有咁多邊界啊、戰爭啊、政治啊呢啲嘢，即係大家都係共同體嚟嘅，即係嗰個總觀嗰個出嚟嗰個訪問佢哋之後嗰個結果就話，大家都應該係一個共同體嘅形式去存在嘅，咁咧。基於佢哋個腦係黐埋咗一齊嘛，即係個邊界感冇咗嘛，咁而喺心理上嘅變化咧，佢哋亦都覺得人咧係唔應該有咁多個邊界感嘅，就覺得大家都係一個一體，大家都係共同體，大家就唔應該分彼此，即係等等。咁所以點解佢哋會去咗做一啲嘅傳教啊、靈性啊，或者研究一啲嘅有個研究靈魂啊、New Age 啊等等呢啲啦嚇，都係研究靈性嗰方面係呢啲嘅發展咯嚇，咁有啲會頹廢啲，有啲產生咗 depression 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佢個去咗太空之後，再翻落嚟地球咧，佢再同以前自己嘅價值觀有衝突啊！咁有啲人咧唔係咁能夠 adjust 翻自己嘅狀態噶嘛，即係譬如要今日嘅我打到昨日嘅我嘅時候，有啲人係做唔到呢個位嘅時候咧，咁佢咪會 depress 咯。佢會覺得哇，其實我之前嗰幾十年讀咗咁多書做咗咁多研究，做埋太空人咁勁啦，咁威啦，原來我上太空之後，我推翻晒我前半生所做嘅所有嘅事情。咁有啲人唔接受呢個位咧，就會覺得好 depress， 所以就會有咗情緒病等等呢啲。咁唔同嘅太空人有唔同嘅呢啲嘅展現嘅發展咁樣，咁科學家就喺度研究，咁亦都係第一個腦結構唔同咗啦，咁所以佢哋睇嘢原來都會因為個腦結構佢哋 claim 下，而係因為個腦結構唔同咗，所以影響佢哋嘅認知或者佢哋個對事物嘅即係 process 事物嘅嗰個邏輯啊、認知啊等等，係會有唔同嘅一面啦。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原來個腦係影響佢個腦冇咗邊界嚇，就或者個邊界逼結咗，咁亦都係影響佢對人或者叫地域嘅邊界感，亦都係會覺得係冇咗嘅咁樣。咁點解會同《金剛經》有關係咧？咁就因為咧，其實《金剛經》咧都係講緊咧係一種或者所有嘅佛經啦，或者佛嘅道理啦嚇，我哋唔好講一定係經文先啦。其實佛學嘅道理就係想帶我哋去睇一樣嘢，就係帶我哋睇一種，即係你要放低你嘅我嘛，放低你嘅我執，咁然之後你係要有一個大同嘅認知，即係話其實我哋要明白一個宇宙觀，即係我哋成日喺個人嘅層面就係小我嗰種執着啊嘛。咁其實修行係咩咧？修行咧就係要提高你嘅認知層次，將你嘅認知層次推高嘅時候，你就會唔係淨係睇小我層面啦。咁你可能個認知層次高咗之後，你就會睇一個大同嘅層面啦。即係譬如可能睇返個社會啊，或者你同社會之間嗰個嘅共生共融嘅嗰個關係啊，點樣喺個人層面係可以貢獻到社會啊咁樣。咁再推高啲嘅層次咧，就係可能係一個國家啦，即係點樣用個人去裨益個國家，貢獻個國家，令到即係國家都因為你嘅個人而有所得益。咁其實有好多個偉人啦即係科學家、發明家、偉大嘅人啦，佢都喺成個歷史進程當中，其實佢都係用咗自己或者要犧牲咗自己嘅一啲嘅無論時間、生命或者健康所有嘢啦，而係去貢獻一啲好大嘅發明俾呢個國家噶嘛，或者係重要嘅歷史時刻係犧牲自己嘅性命，都係為咗一個大嘅 picture， 就係國家嘛。咁呢個又係高一層次咯喎，再高個層次其實就講緊咧嘅地球觀啦、宇宙觀啦咁等等，一路推高佢，或者維度觀啦咁樣，一路推高佢。咁就係你會覺得個我咧嗰個邊界係越嚟越少，即係對於我嘅執着感越嚟越少。所以有啲人會唔明白，哇點解有啲人係可以為國捐軀，又或者好似馬斯克咁為咗人類嘅文明而係頂住咁多個壓力
嚇，即係做首富係好大壓力㗎，大家唔知唔知？為咗人類嘅文明，頂住咁多個壓力，而係做咁多嘢，工作咁多小時，咁多個壓力嚇。咁又喂唔係啊？佢做首富係咩㗎啦？但係其實你要明白喺佢個維度咧，佢睇住嗰堆錢咧，其實只係一堆可用嘅數字，就唔係話好似一般人咁，我有錢咧就買樓啊、買車啊、買樓，其實對佢嚟講已經係冇意義嘅。所以其實係唔同嘅維度嘅人嘅認知咧，佢哋係會有唔同嘅睇嘢嘅方式。呢個大家唔知理唔理解我想表達嘅嘢啦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可以檢視翻自己，究竟自己依家最 concern 係乜嘢？即係話你依家究竟係你嘅日常生活或者你嘅價值觀，你究竟係去睇翻你個人嘅得失利益啊，為主啊，為大啊，定還是其實你所睇嘅嘢係為家庭啊、為社會啊、為國家或者點樣樣，其實你就大概都可以分辨到咧，你自己係處於一個咩嘅維度去係咯，去迎合你嘅價值觀咯，係啦。咁呢個大家明咯嗬。咁所以唔好認為一個地球嘅首富係好容易做，其實佢係完全頂住嘅壓力啊、責任啊，佢其實係我哋冇辦法想像嘅嚇，冇辦法想像。咁但係佢就係因為喺嗰個維度去睇呢件事，即係話為着地球人類嘅文明前進所犧牲自己，唔好叫犧牲，所貢獻自己嘅時間同埋貢獻自己嘅一切。咁咧就係、所以咧佢係嗰個維度或者嗰個高度去諗嘢。咁可想而知咧，其實應該如果攞阿馬斯克個腦去，即係 Elon Musk 個腦咧去掃一掃描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啲間隙咧都應該係好密下嘅，即係佢係一個宇宙觀嘅嘅維度嘅高度去睇呢件事嚇，去睇佢點樣去用佢自己嘅時間同埋貢獻佢自己嘅認知咁樣。咁所以呢一 part 咧，其實就總攬效應同埋《金剛經》所教育我哋嘅嘢咧，其實係有一個點樣講咧？當太空人原來上咗去太空，有咗個總攬效應之後，其實佢哋係近乎翻《金剛經》或者近乎翻佛法所教我哋嘅宇宙觀嘅嗰個狀態，就唔再係淨係物質啊，淨係個人層面啊，淨係個人享樂啦。佢哋係會推高咗佢個認知維度。去睇翻究竟佢呢一個人，即係呢一生餘下嘅時間，佢係可以點樣咧？所以點解有啲人去做咗靈性牧師啊、導師啊，或者研究靈性啊、靈魂啊等等呢啲，佢就係個價值觀已經係唔同嘅層次咯。咁我嚟講翻我哋普通嘅修行人啦。咁呢個普通嘅修行人，咁有唔同嘅形式修行啦，係咪？有啲人就通過讀宗教嘅課本啦，或者通過宗教嘅帶引啦，或者通過有啲人依家興自修啦，喺屋企係嘛，即係進入冥想狀態啊等等，唔同嘅種種形式嘅修行嘅人，有啲人係用，即係修行你會發覺依家越睇就越千奇百怪嘅，即係有啲人係會用好多種形式嘅修行。最普通嚟講，你叫在世修行，即係我哋依家係唔係出家嘅我哋係喺個社會度，我哋係要喺個社會度生存啦、食飯啦、生活啦。咁而且係喺呢個社會嘅環境喺個俗世嘅環境要在世修行啦。有啲人選擇喺深山修行啦，避開晒你哋啲俗世嘅人群，自成一個人喺度進行修練或者修行啦咁。咁其實咧，由古代到依家，其實大家都好容易聽見一樣嘢，就叫做打坐，或者叫靜心，或者叫冥想。你叫咩都得，英文叫 meditation， 咩都好。咁你會發覺咧，好多成就嘅人啦，即係好多大成就者啦，其實佢哋都係會用冥想呢一樣嘢咧，去喺個修行嘅路裏邊咧，去練去將自己嘅智慧狀態整體去提升嘅。咁又同呢個總觀效應同埋《金剛經》又有咩關聯呢？咁我想講咧就係、其實咧呢度就講話太空人係因為引力改變咗佢腦結構，所以佢價值觀改變。但係其實
由古代到依家都有好多成就者，佢哋唔會上咗太空噶嘛，係啦，即係佢哋嘅思維價值觀嘅提升係唔係因為佢上咗太空，而係佢哋都係喺地球，都係喺呢片土地上。咁佢哋做咗啲咩咧？其實咧，佢哋就做咗冥想呢個動作。咁冥想呢個動作咧係其實咧，如果你將一啲OK， 有科學家你亦都將一啲咧西藏嘅高僧，即係佢哋常常冥想啊、打坐啊嗰啲咁樣嘅喇嘛、大德嗰啲咧，就亦都係掃描佢哋嘅腦結構，咁亦都係發現類似嘅嘢咧，就係當一個人咧係冥想得耐或者做 meditation 啊呢一類嘅功課做得耐嘅時候咧，其實佢個腦結構咧就同太空人落翻嚟嘅腦結構咧係差唔多，即係話佢哋個腦啊嗰個嘅間隙啊，亦都係會比較逼埋一齊咁樣樣。咁啊，即係話有類同啦，即係異曲同工啦。無論你上咗太空，或者你一路喺地球，喺地球嘅時候你做翻冥想，或者你做翻一啲嘅 meditation 啊、靜心啊呢啲嘢，其實咧你都係異曲同工咧，將緊你嘅腦結構咧係改寫。咁然之後，繼而係咩咧？繼而咧就係你自己嘅認知層次都會得到係改變或者提升啊。咁好啦，呢度就講結構啊，即係個腦結構。原來上太空同喺地球冥想其實都有同一樣嘅腦結構嘅效應嘅。咁好啦，究竟實際上喺能量上啦，我講能量上，因為頭先係講身體層面上啦。喺能量上係點樣理解呢件事咧？能量上理解呢件事咧就仲簡單直接，因為咧其實咧，如果太空人係上咗太空，佢重力唔同咗嘛，密度唔同咗嘛，咁其實喺嗰個層次，即係喺太空嘅層次，佢身體所接收嘅波頻。即係我哋都有個生物波頻機啦，我做能量治療10幾年啦，都係講緊波頻嘅世界嘅啫。咁 even 呢個 Nikola Tesla， 即係嗰個好前瞻嘅發明家，佢都係講你要了解宇宙，你就要了解波頻同震動啊嘛，你就要喺呢個角度去睇一切事情嘛。咁即係話太空人其實佢上太空，就因為個密度唔同咗，其實佢喺嗰個狀態，佢身體所接收嘅波頻，其實都係屬於唔同嘅維度或者唔同密度嘅一種波頻嘅狀態。所以呢種波頻咧，就導致到咧佢喺嗰個重力浮力或者空間密度嘅狀態唔同咗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接收咗唔同嘅波頻信號，繼而咧佢嗰個價值觀咧就等於高維咗，因為佢接收咗高維嘅波頻信號，所以翻返落地球嘅時候，佢就因為接收咗呢啲嘅信號，所以佢個肉體改變咗，而佢嘅價值觀都改變埋，就因為佢係接收咗呢一類型嘅高維度嘅波頻信號。咁高維度嘅波頻信號係可以係任何嘢，因為係信息啫嘛。因為所有嘢都係種波頻，但係波頻裏邊係好多嘅信息存在噶嘛。咁即係話等於好似我當你簡單啲理解 as 一個音樂咁樣啊，即係我哋地球嘅音樂同外太空嘅音樂，或者同高維度嘅世界嘅音樂係唔同種類嘅。一個太空人上咗去高維度，佢就聽到外太空嘅音樂，佢翻返落地球就會覺得地球嘅音樂好 low， 即係咁嘅意思嚇。因為佢聽過高維度嘅音樂啊，佢就已經對地球嘅音樂咧不存在一種興奮嘅狀態啦。大家如果用比喻嚟講係咁樣啦。咁因為其實我都聽過某啲我啲客戶嘅朋友講就話啊，佢曾經進入一種定境嘅狀態嘅時候，聞過一啲嘅香味，又或者聽過一啲嘅音樂，係冇辦法喺出定嘅時候再聽得翻或者聞得翻嘅。有啲人喺度做治療係會聞到香味嚇，而呢啲香味入嗰種嘅香咧係唔係平時可以聞得到嘅香。咁所以咧就係啦，我哋點解係？我個咁樣嘅表達，其實想話翻俾大家聽，其實我哋進入唔同嘅腦電波狀態，其實你就會接收到唔同維度嘅信號，而呢啲維度嘅信號可以轉化成一種氣味啦，可以轉化成一種音樂嘅狀態啦，可以轉化成一種你自己嘅個人嘅輕安嘅感受啦，即係嗰種你食幾多盒朱古力都去唔到嘅嗰種
嗰種喜悅感啦，等等呢啲啦嚇。所以咧呢種係一種即係觸感，即係你嘅味覺啊、你嘅聽覺啊，或者你嘅感覺啊嗰種嘅分別，亦都會喺唔同嘅波頻、唔同嘅維度嘅狀態係可以接收到，係可以感受到咯。咁講到嚟呢度，大家唔知跟唔跟到我個思路咧？但係其實我想講咧，要提升維度咧係一啲都唔難嘅，即係唔使好似太空人咁上一上太空先提升到維度。其實咧，你係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咧多啲去靜心，進入冥想啊、打坐啊、靜心啊呢啲狀態咧。其實當你喺靜心嘅時候，你鍛鍊到你個腦電波係可以。初頭你會覺得辛苦嘅，即係初頭你會覺得哇，坐喺度蟻咬咁樣嘅。咁但係當你係真係清靜到你嘅腦筋嘅時候，你會發覺你進入冥想狀態嘅時候，你係可以好自由，聽清楚下，你係可以好自由咁樣去連結唔同維度嘅信號。嗱，呢個先緊要，因為我哋嘅意識係自由嘅，我哋係可以有能力去連結唔同維度嘅信號，咁你就可以接收到唔同維度嘅智慧啦。咁呢個呢，所以點解自古以嚟咁多嘅成就者，佢都係通過冥想而得到一啲嘅天啟啦，或者得到啲嘅大智慧啦，或者得到一啲解決問題嘅方法啦，通佢哋都係進入冥想嘅狀態而產生呢啲嘅 idea。就因為佢進入冥想狀態，佢個意念意識係可以 reach勾到一啲唔同維度嘅信號，而解決高維度嘅信號係好容易去解決到我哋低維度嘅問題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個所謂嘅修行嘅，你話容易又得，你話難又得，即係睇下你點樣去睇冥想呢件事，又或者點去睇清靜腦電波嘅呢件事啦嚇。有啲人好多就係因為我成日都講啊嘛，好多人其實點解會清靜唔到，就係第一你無量生嘅業力拖累啦，空間環境啦，即係家庭環境啦，你點樣去選擇你自己嘅圈層啦，即係你將自己暴露喺乜嘢嘅人堆當中啦，因為波頻互相干擾噶嘛，等等好多嘅因素而導致到好多干擾，導致到大家靜心不立不下。當你靜心唔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產生一種即係等於你個音樂好多嘈雜聲，或者即係好多 noise 啊，係啦，即係你嘅腦電波不斷接收好多嘅雜訊，咁而導致到佢清靜唔落嚟嘅時候咧，佢就比較難去吞去一個接收高維度信號嘅嗰個吞台嘅情況，比較難吞嘅個位。所以點解我叫大家第一業力搞掂佢，做多啲清業力嘅嘢啦。第二，將自己選擇翻喺一個比較清靜啲嘅環境，無論係生活環境啊、朋友圈啊、工作環境啊，選擇翻喺呢啲清靜啲嘅環境裏邊。咁其實咧，你嘅雜訊就會漸少，你嘅煩惱會少，你嘅情緒會減少嘅時候，咁咧你個人就會好清明。當你喺個清明嘅狀態嘅時候，你會好容易進入靜心或者叫入定嘅狀態。進入到入定嘅狀態、靜心嘅狀態，你好容易係可以喺高維度嗰度去攞到一啲嘅你要嘅資訊。無論係解決依刻問題，即係無論係解決我哋呢個維度嘅問題嘅方法，又或者一啲高智慧嘅認知，全部都係可以好自由咁樣喺一個定嘅狀態就可以接收到高維度嘅信號，而解決咗你呢個維度嘅一切問題。即係好似我咁，我有任何問題咧，我首先我唔會 V 哇哇鬼叫，然之後發晒老脾，我唔會嘅，我會靜靜地坐喺度。咁跟住咧就將個人嘅腦電波 calm down，可能進入冥想，我可能唔使進入冥想都好。總之你 calm down你自己嘅腦電波狀態啦。咁其實咧，跟住你將個問題拋出嚟。即係想住個問題啦，咁其實咧嗰個答案咧就會好快咁樣咧就會出現喺你嘅，即係喺我嘅意識狀態當中。咁就其實我做緊咩咧？就係我向高維度攞答案。其實就係咁樣。所以其實好多嘢喺
我修練咗10幾年啦，好多問題其實對我嚟講咧都唔再係問題嘅原因就係唔係我生活上面冇問題，我都會遇到唔同嘅人物事。陣間喺會員頻道我都會講我近期遇到啲乜嘢嘢。咁我都會遇到一啲嘅難題，咁但係個問題係我個解決方法係即刻出現啊嘛，咁我係即刻用高維度嘅意識或者高維度嘅智慧去解決呢個維度嘅問題，咁你個煩惱咪會變少咯，你咪個人咪會好清靜好自若咯，因為我好有信心我係可以處理晒一切嘅問題，我好有信心我處理完我咪變翻開心，咁個人咪 keep 住正面高頻積極嘅狀態咯，咁你個人就自然就會健康，又會靚，咁然之後跟住又會 manifest 啲咩咧？即係會顯化啲咩咧？顯化一啲好多工具幫我哋變靚同變健康，又會喺我個 centre 度出現。喂，嚟緊我會試一部機咧，好正，佢咧又係生物波頻嚟嘅，即係佢用咗一啲花同埋一啲大自然嘅生物波頻咧，係可以打喺我哋嘅，即係通過部機器啦 record 咗呢啲波頻打落我哋嘅皮膚上邊，咁啊可以令我哋係第一皮膚變靚啦，個人變靚啦，因為佢用咗花同埋一啲大自然嘅波頻啊嘛，咁啊可以即係生氣勃勃啦咁樣，咁我哋啱啱學咗點用啦，咁我咧遲啲又再不過要時間嘅，因為要照半個鐘，即係每一個位置要照半個鐘，唉，咁我又要睇下點樣擠啲時間去將自己變靚咁樣咯，即係佢會將你嘅皮膚個組織啊，或者你身體嘅組織咧，通過個大自然嘅波頻去影響佢，跟住其實同我哋生物波頻機嘅原理係一樣，不過生物波頻機嘅原理咧就係讓你嘅800幾行變翻健康嘅數據，但係呢一步咧就係用大自然嘅波頻咧，就係打個生氣勃勃或者打個美麗嘅數據落你嗰度，又係另外一樣嘢，即係呢個係加分嘢嚟嘅。嗰個我哋個生物波頻機係健康嘢嚟嘅，咁有好多嘢可以顯化出嚟㗎啦，即係唔知嘅，即係阿華記又搬咗部機嚟俾我哋玩，俾我哋用喺呢度咁。然之後我哋用得好咧，可能就再介紹俾啲會員朋友，你哋自己過嚟係試下呢個服務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就係啦，當你自己係本身正面積極嘅時候，你就會連結翻一啲同頻嘅信號，而顯化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咁所以你會發覺，你明白咗呢個宇宙法則或者呢個道理之後咧，你會發覺你嘅人生係越行越順嘅，係唔會有嗰啲焦躁啊、急躁啊、焦慮啊，唔會有呢啲嘅情況嘅，因為你會即係好明白，其實所有嘢都係可以處理，可以迎刃而解，甚至乎問題發生之前已經有答案出現咗喺你嘅嗰條路上邊。你遇到只係翻轉頭攞翻個解決方法嚟就解決咗啦。咁呢啲我喺之前嘅影片都分享過好多，係咪？咁所以我希望即係通過一個太空人真實嘅總攬效應，解說翻《金剛經》所講嘅嗰種無我嘅狀態嘅意識層次係咩一回事？原來太空人上咗太空，結構上個大腦結構改變咗，接收嘅波頻能量唔同咗，所以佢就翻嚟地球有一種全新嘅人生價值觀，而呢種人生價值觀係符合佛法所講、所教育我哋嘅智慧嘅。而我哋普通地球人唔需要上太空，其實亦都係可以，科學家亦都係檢測過某啲人係可以通過冥想呢種狀態，係將你嘅腦結構亦都係可以改變之餘，其實你喺個冥想狀態亦都係可以接收高維度嘅信號。而接收得多高維度嘅信號咧，其實你就等同於同《金剛經》所教育嘅認知係同頻咗。咁所以你就自然喺你冥想嘅時候咧，你就會接收到高維度嘅信息，你就自然你嘅人生咧就會係活出呢種狀態，活出《金剛經》或者活出佛學所教我哋嘅嗰種宇宙觀。嗰種嘅價值觀嘅嗰種狀態，你自然係活出嗰種狀態㗎，因為你接收嗰個波頻一路喺個冥想狀態接收高維度嘅波頻，係唔同嘅一種唔同 quality 嘅一種波頻啊嘛。咁所以我希望我咁樣講解，
即係我想分享嘅係呢個部分，希望大家聽得明啦。聽唔明就試下聽，拉翻去前面再聽啦。即係我想大家認知呢一樣嘢，其實修行一啲都唔難，想靜心一啲都唔難嚇。有步驟一路一路，其實由我最初嘅時候教大家去祭祖啊、拜神啊、拜土地啊，去到依家講嗰啲高端嘅認知，其實大家可以追翻啲片。嗰個講唔同嘅內容，其實都係我自己個人成長嘅嗰個一個進程啦，可以分享俾大家啦。咁因為我依家已經係雖然我依家都仲有祭祖拜土地，亦都係嚟緊梁皇寶懺我亦都會拜，咁但係咧已經個執着或者個感知係唔同咗狀態啦，已經係活成咗唔同嘅狀態，唔知大家明唔明我想講咩？即係我會照做嗰啲，因為某程度嗰啲嘅儀式、嗰啲嘅能量都會幫到我整體後邊嗰堆嘅數據。但係我依家更加明白就係，尤其是依家嘅宇宙觀啊、AI 啊、科學嘅 findings， 即係科學嘅發現啊等等呢啲，其實讓我更加明白，其實以前。譬如佛學所教嘅智慧，或者《金剛經》所教嘅智慧，其實如果你依家用翻科學嘅或者宇宙嘅 findings， 其實睇翻係同一件事嘅，只不過係用唔同嘅語言去講緊一個宇宙法則，其實就係咁樣樣。咁當然啦，宇宙法則都有好多個層次嘅。其實以前佛經講好多即係啲光體啊、唔同菩薩啦，其實都係講緊佢唔同維度嘅生命體嘅啫。咁大家要明白呢一樣嘢，就唔會覺得好難以理解發生咩事，係咪真係有個菩薩可以喺一個肉身喺你面前出現？其實佢就係一個意識或者一個光體，因為佢唔同維度、唔同個震動頻率啊，咁佢係嗰個維度嘅存在。係個 B 型嘅存在，咁我哋係呢個維度嘅存在，但我哋係可以通過意識連結，係可以接收到佢嗰個維度嘅智慧或者一啲嘅信號，係完全冇問題嘅。即係我想表達嘅係咁，所以唔需要睇修行一定係好難嘅一件事啊。其實你明白咗嗰條路係點行，或者你明白咗究竟，即係你有咗個 map 啊。即係你首先有個 map， 你點樣行你都會行到，但係你要有一個 map， 你知個地圖係點樣樣，或者知個法則係點樣樣，你先至會唔好浪費青春咯。因為人生暫時我哋未去到120歲命嘅時候，我哋嘅時間都依然係寶貴嘅。所以即係我希望帶出個信息就係大家應該咁樣講，唔需要係好浪費一啲時間喺某一啲嘅執着嗰度咯，尤其是修行嘅路途上邊，係啦，即係希望大家係可以明白呢個邏輯，然之後可以選擇翻一啲精準嘅，係可以到位嘅一啲嘅方法，而係可以修得更加好。呢個就係我想表達嘅嗰一樣嘢。咁可能有啲人聽唔明㗎，唔緊要，即係我哋呢啲都係小眾嘅頻道嚟嘅啫，只係將我嘅成長嘅接收到嘅嘢去分享俾大家，有緣聽得明嘅就大家一齊成長，未有緣嘅唔緊要，你咪聽多幾次咯，就係咁樣。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先，下次見，拜拜。